咁有咩人需要打流感疫苗呢？香港打流感疫苗又有冇咩資助㗎？其實6個月大以上嘅人士都建議每年接種流感疫苗。年幼啦、50歲以上人士同埋高危人士咧都可以獲得政府資助打流感疫苗㗎。今年資助範圍咧仲新增咗18至49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。資助詳情咧可以參考翻香港政府嘅相關計劃網頁，或者問翻自己嘅家庭醫生都得。嚟緊又係流感嘅季節啦，抗體產生需時，大家都可以按自己嘅需要同埋選擇，及早接種流感疫苗，保護好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啦。如果對接種流感疫苗有任何嘅疑問，記得揾你嘅家庭醫生問問啦。一齊保護好自己同埋屋企人，記得及早接種流感疫苗啦！